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天匯財經 Make Hub。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個利用 MACD 同埋移動平均線嘅趨勢共振交易策略。咁呢一個策略特點咧，比較穩陣，唔容易出現壓線嘅一個情況，可以達到一個趨勢共振嘅一個交易。咁我哋做多條件咧，首先我哋會睇翻個股價啦，會企上個20天平均線並且20天平均線咧係呢個60天上方趨勢向上同時咧我哋會見到我哋嘅 MACD 啦係出現咗金叉紅柱轉為咗一個嘅由負轉直當時嗰條嘅陰陽燭 K 線咧係收一支陽燭嘅咁可以視為係我哋嘅一個做多嘅條件可以睇翻我哋嘅呢個例子啦。我哋可以見到1888建滔積層板。首先咧，我哋睇翻20天線咧係處於呢一個嘅60天線以上嘅咁呢個陽燭咧係升穿咗一個嘅20天線啦其次，我哋見到 MACD 指標出現咗金叉之後啦，呢一個嘅能量柱係由負轉咗到正，咁咧就開啟咗一輪嘅上升嘅趨勢開啟咗一輪嘅上升嘅趨勢。記得訂閱加點讚，即可用專屬鏈接享受額外的迎新優享。